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。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，心无挂碍。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其如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山胜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朝兴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云雷震开护疾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清代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意现，收圆显化在鼓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言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垠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此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招生。自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，择其照其遮日夜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
为尘。修持劫内行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，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其炉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山胜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14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集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应现，收圆显化在古东。南北2极连中续，混言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教，无垠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济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华，4位菩萨救众生。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年红华显神通。择其照其遮日夜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气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赐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行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，阿弥陀佛。
世川王桃心，天真收言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集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意现，收言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稳言古策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垠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慈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慈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气超生。自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慈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华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今年红华显神通。择其照其遮日夜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我方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成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济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赐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孽行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，阿弥陀佛。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手。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的姓名。弟子大王女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回向于无尽因前贤，祈求诸天仙佛菩萨，
调节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，了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解冤释怀，身心健康不会增长，身心健康不会增长，助其减轻病痛，助其减轻病痛，病魔折磨之苦，病魔折磨之苦，得以早日康复，得以早日康复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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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感谢天人师德，感谢点燃师，感谢各位天贤大德。后学今天导读，邀请结束。感谢各感谢位领学任慈悲，福州领任感恩啊，感恩，目前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感恩，拜拜。然后点传师们，大家晚安。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再见。